明仔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搁三个见面，伫做内底，咱三个做一伙，咱来唱这条诗歌，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咱大家开嘴大声唱。 好主的听对咱开始，大家手牵手，好全世界拢知，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自己做一伙。 咱大家开嘴大声唱，好主的听对咱开始，大家手牵手，好全世界拢知，听互咱自己做一伙。这是邀请咱互相起立，互相来请安，因为真无简单，有时咱一礼拜，也是几啊礼拜，咱才见到一遍面，请咱互相起立，来甲你头前后壁。 离开你的位，咱互相甲咱的兄弟来请安，平安，好久不见，平安，平安。上帝听伫咱的中间，透过咱的握手，透过咱的笑容，咱要宣达上帝听咱，咱互相彼此相听，咱个三个兄弟，咱来吟这条诗歌，听，互咱自己做一伙。 来，咱拍扑啊，大声来学咯！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咱大家开嘴大声唱，好主的听对咱开始。 大家手牵手，好全世界拢知，听互咱自己做一伙。来，请坐，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咱教会真趣味，只在唱歌的时阵，吼拢无啥表情，总是请安了后，笑容就出来啊！吼，今日咱的团队要甲咱分享一个真要紧的信息，就是听、讲、行。咱的一生中间，咱要哪听，咱要哪讲，咱要哪行。 咱需要有一个学习的典范，迄个典范就是咱的主耶稣，伊要正做咱的学习，所以咱一生愿咱每一个人，咱会当哪来哪亲像伊，一生的路程到路尾，咱所讲、所行、所做，会当哪来哪亲像耶稣。第一遍，我要邀请咱唱这条诗歌是用宣告，用一个精兵的气力来唱这条诗歌，哪亲像耶稣。 来，那亲像耶稣，那亲像耶稣，我的爱，那亲像伊，一生的路程，对地到天顶，我的爱，那亲像。你这边用酸对心，那亲像耶稣，那亲像耶稣，我的爱。 是那亲像主，主耶稣伊安怎听？伊只有听天父的声。伊捌讲，若是这个口杯是主上帝你的意思，就照你的意思来行。主耶稣安怎讲？伊的嘴所出的就是怜悯，就是疼痛，就是医治。主耶稣安怎行？行出上帝听，伊将家己钉伫十字架，成做咱的救赎。主耶稣就是安尼听咱，就是安尼行，所以咱也要学习伊安怎听上帝听声，安怎讲出怜悯疼痛，安怎行出咱互相相听。众人看到咱互相相听，就知影上帝伫咱的中间。所以这是我要邀请咱用祈祷的心，咱来恳求上帝
帮助咱的一生会当哪来哪亲像主耶稣。我要邀请你将你的手放伫你的胸甲头遮，放伫你的心，咱用祈祷的心来唱这条诗歌，咱慢慢啊来吟，哪亲像耶稣。那亲像耶稣，那亲像耶稣，我的爱，那亲像你，一生的路程，你带我天天，我的爱，那亲像主，那亲像耶稣，那亲像耶稣。我的爱，那亲像你，一生的路程，对地我天定。我的爱，那亲像主，我的爱，那亲像主。是咱以爱那亲像主。今日。啥事咱坐伫遮，啥事咱无倒伫厝诶咧补眠咧困，啥事咱无出去外口佚佗，因为咱坐伫遮就是咱已经备办好要听上帝的声，透过咱的传道，透过咱的牧者来宣讲，互咱知影上帝要甲咱讲啥物话。当咱礼拜煞，咱就开始互相分享。互相讲上帝会听，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就行出彼此互相连结，迄个好的行为，互咱所到的所在会当显出上帝的香味。所以今日真要紧，咱来紧紧听。真侪人无爱拍开伊的耳孔，活伫家己的世界内底，总是咱来甲咱的耳孔拍开。真侪时阵，咱讲话真紧。咱也爱系合适，要讲之前先想看卖啊。即句话对人有利的甲无？咱咧行有时讲了真紧，总是行了真慢。别项事拢互人去行。咱教会需要做一个侍奉者，总是咱拢感觉讲别人去做就好。总是真正咱需要，即个教会是咱的，咱互相来献出上帝的听堂伫咱中间，听上帝的声，咱来唱即条诗歌。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阿耳空听主的声。静静听，伊的静静听，我的牧者引起我的声。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看主的声，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伊的有力比伊的声。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阿耳空听主的声。静静听。我的牧者引起我的声，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看主的声。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伊的有力伫伊的声。伊是大牧者。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看主的声。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伊的有力伫伊的声，伊的有力伫伊的声。伊的有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基督徒的节期内，抬杠节是基督教节期的开始。咱用欢喜到等待心来准备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抬杠节上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在抬杠节期间，咱应该好好来思考主耶稣来临的目的。在教会圣诞节的装塔内底，咱拢会用5支蜡烛来代表，紫色代表庄严甲尊贵。今仔日是大港节第1个主日，咱要用点到第1支的蜡烛，代表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人类的愿望。在大港节时，咱搁再一摆来想，咱要警醒等待基督过来，也要反省家己日常生活的行为，是毋是拢有照主的旨意来行？会众请起立。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圣所有权能甲荣光。百姓中的逐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带礼物来入伊的院，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全地伫伊的面前袅袅喘。伫日邦中着讲耶和华做王，世界坚固袂摇动。伊要照公平审判万百姓，愿天欢喜，地快乐，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出大声。即时，请咱三角来齐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要进行投胎，为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复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即时咱三角来祈祷。上帝啊，求你听阮的求救，阿罗听阮祈祷。阮的心失一个时，就要对着求救你，求你带阮甲迄个比阮较悬、搁较悬的石盘。因为你捌做阮逃闪的所在，做阮坚固的台，来脱离对敌。愿要永远住伫你的布边，愿要秘伫你实的温密的所在。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即时咱要来吟圣诗第330首，请各位看，即是咱三角来启用伫圣诗第33篇。好，33篇，请会众坐落。
太紧张了。好，咱三个来起应。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尔啊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闪避你。我若落勇敢，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互我查验。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即时咱要来看圣经的经文，记载伫雅各书第1章第19节甲27节。我来讲，恁大家来听。我所疼的兄弟啊，恁知即个，若是逐人论到听着紧，讲话着慢，受气也着慢，因为人会受气，无正上帝的义，所以恁除去拢总肮脏甲过业的恶毒，着用温柔来接纳属正伫内面的道理，就是为救恁的灵魂的。恁着做行道理的，毋是简单听的来家己骗。因为听道理若无行的，譬如亲像人伫行日，详细看伊本人的面，看过了就做伊去，连边袂记得伊生做啥物款。若是人自身伫迄个昭全的律法，就是互人自由的，嘛长长住伫迄个，毋是听了袂记得的，是实在伫用功的。即号人伫伊的所做要有福气。若有人掠家己做敬虔，也无约束伊的旨，就是骗伊家己的心。即号人的敬虔是空空，独独眷顾孤儿寡妇，伫因的患难中，佮家己守，要互世俗目着。这伫陪上帝的面前，就是要做清气无拉散的敬虔。即是咱三角来念，咱今仔日的金句，雅各书第1章第19节。台语咱三角来念，我所疼的兄弟啊，恁知即个，若是逐人听着紧，讲话着慢，受气也着慢。华语我们也一起来念。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这次我可以念英文，你们听我来说。My dear brothers, take note of this. Everyone should be quick to listen, slow to speak, and slow to become angry. 好，这是咱三角来听圣歌队来学，请圣歌队来学乐。耶稣叫我来行天路。说掉我来讲。
多谢圣歌队的儿乐，真正是真感动人的心。真正耶稣是真正时刻咧保护，当咱拄着困难艰苦的时阵，伊真正安尼保护咱。咱同齐按头来祈祷。带来人类愿望的天父，阮感谢你的疼。你总是伫阮惊吓、失落、绝望的时，无放弃阮。你总是用疼，互阮伫绝望中看到生命愿望甲光明，互阮伫软正的中间扶持阮，行过崎岖的路途。求你用你的话，搁再一摆来教示阮，互阮所听的真理、所讲的话、所行的道，拢合伫你的旨意。若是违背上帝你的旨意的，求你赦免阮的罪，带阮活倒转，甲你相同行。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今仔我要甲咱分享听、讲、甲行。我最近应该是讲伫昨日拄啊，阮咧上家庭会商人这本册，这本册，我感觉这本册是一个真好的册啦，对我来讲，我感觉嘛是会当帮助真侪人，伫这本册的时阵，拢有咧讲一寡做爸母的，伊无意中，伊伫个言行、伊的举止，无意中讲到一寡无应该讲的话，也是无心，毋过安怎囡仔听了有意，所以囡仔就受伤害。所以我做一个图吼，即个图我家己感觉吼，就是讲检测去年真侪爸母咧教导遮个囝的时阵，伊用一寡无好无应该的一寡观念，也是讲应该的观念，也是禁止的观念，互遮个囡仔伫遮咧受伤。就比如讲毒性的教条，遮就是一个真有时咱讲的话真毒，毋过你无感觉迄是毒，问题是即句话就是真正互人感觉受伤，检测你无迄个歹意，毋过伊就是安尼听到的时阵就受伤，致使伊的生命中间，伊就无够迄个意志，无够自由去选择要做伊，因为已经无够自信，自细汉去检测互恁骂到尾拢总对家己拢无自信心，所以伫一个批评的家庭的囡仔，对即个家庭来讲，遮个囡仔检测伊就无迄个自我较肯定，就无法度安尼，所以伊意志就无法度做好的选择，所以就意志残障，阮就讲意志残障，所以伊直用假的面躯来甲别人相赌，伊的自我就因为安尼伊。无论你做爸母、做侍世，还是做大人，伊拢做了无讲真好势，迄个界限袂晓分，造成安怎药物滥用，就是一寡，也是讲一寡上瘾的行为，即个上瘾行为检测是酒瘾、吸毒，检测毋是是一个电视吸的，因为伊时间拢真侪，无法度独立。所以，同挖靠一寡，譬如讲电视，因为伊足无聊、足孤单、足无伴，无人咧照顾，无人咧甲伊插，所以就安怎依赖伫即个所在。所以，遮拢会诚做伊生命中间伊的变化是无讲真拄好。所以即本册咧讲的就是讲要安怎，咱做爸母的人，咱要安怎修正咱家己，要安怎互家己的生命会当伫迄个所在搁较好，无去诚做别人的伤害，伫会当做。医疗佮修正我要讲，即本册咧讲爸母，咱拢无完全，咱拢因为爸母无人教咱教，咱安怎要做爸母，自细汉教育，就无人安尼教。毋过安怎，即本册圣经有甲咱教，咱要怎做爸母，咱要怎做一个好的囝儿，要怎做一个好的爸母，来诚做人的帮衬。所以我今仔要用即个听。讲行，我相信圣经是甲所有的真理拢藏伫遮。我感觉咱会当检测咱爸母无完全，毋过咱所信即位主耶稣伊是完全，咱所信即位上帝是诚做咱帮衬甲快乐的。所以我要用安尼的道来甲咱讲，讲耶稣伊嘛是一个负伤的上好的医生，是一个负伤上好的医生，伊嘛经过真侪。侮辱过去的时阵嘛，真侪伤害，人家踢笑，人家骂，人家拍，所以你所行过遮个艰难，检测你过去你的爸母嘛是甲你拍大汉的，
架势大汉的，啊，毋过呐，耶稣遮嘛拢经过，也讲耶稣是上好的一个医疗者吼。所以咱的性命其实阮以前咧上课，我咧上迄沟通分析的时阵，迄 PAC 爱着咧讲。讲吼，人的咱做一个父母，当时咱就是伤着咱的囝的时阵，咱无意中伤着咱的囝，结果咱的囝受伤了后，伊就家己无法度做家己，所以就用真侪无好的方法来做假物，还是讲假面具吼，咧对待人吼。其实咱即摆人嘛是足侪拢是用假面具咧甲人互相对待，所以伫即个中间吼，才有一个上吊，是讲耶稣，还是讲咱的上帝会当加做咱安怎？真好的再生父母，吼，这是做一个再决定，所以你要掠条上帝的话，吼，做你生命中真好的一个再生父母，互你的生活、你的准则、你的人格，拢伫遐承受佮守护，吼，这是真重要。所以耶稣伫即个大降节第一礼拜的时，伊要甲咱讲安怎？耶稣是带来人类安怎愿望的一位，吼，这位上帝，吼。所以即个过程中间是。咱知影讲耶稣就是安怎，就是光，吼。当咱若踮伫黑暗内底，我想咱的生命就安尼真黑暗，感觉无力，吼。毋过耶稣若等伫咱中间的时阵，黑暗就除去，光明就入来。所以才有讲，咱若是踮伫主耶稣基督，咱就是一个新的人，吼。旧的拢要过去，过去所受的伤害拢总过去。耶稣要搁一届来到你的生命中间，成做新的我，成做新的帮助，互你搁较有重新有气力去面对你的人生。咱要来讲大降节，今仔日要对大降节开始讲吼，讲即个大降节，我先讲一个即个意义吼，就是讲即个大降节。圣诞节进前，即个4礼拜吼，所以今仔是第1礼拜，拢即4礼拜开始，咱就是咧准备耶稣要降生即个过程中间，咱来准备即个心，来等待耶稣基督的来临。伫大降节的时阵，过去即个大降节开始是对第4纪主后的第四世纪的时阵，遐才开始要举行的。迄个举行的时阵，当初是因为基督徒是用40天来禁食来。祈祷默想等候主耶稣降临的日子因会用40天，是因为耶稣伫旷野安怎，伊嘛伫旷野40天禁食，所以用安尼来准备耶稣伊迄个时阵咧做传道的时，伊是用安尼过程，所以伊迄个是用安尼来孝念。毋过到第7世纪的时阵即个时阵改做用4个礼拜来做即个等待的日子上重要即个耶稣降生大降节即个部分，上重要就是即个信息就是安怎道成肉身，这是上重要伫大降节期间咱就要用一个悔改认罪的心，咱来反省咱家己的行为，咱家己的信心，咱的信仰甲咱的生命是毋是安怎有伫遐咧改变，有伫遐修正，咱敢有下伫上帝的旨意伫迄个所在咧行所以大降节是互咱会当安怎灵修、忏悔、咧等待、准备耶稣要过来祭祭，互咱定心来降临，也求耶稣重新降临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的生命一日一日咧换新这是大降节真重的意义。所以我要甲咱讲，咱的生命中间，咱要哪讲，要哪听，要哪行就是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分享即个雅各书，因为我过去顶届我著用雅各书开始，所以我嘛要用雅各书继续来讲我要讲的道理。而且讲我亲爱兄弟，这是恁所在的，恁个人爱安怎？紧紧来听慢慢来讲，慢慢来受气所以才有讲2项，一个是安怎？听爱安怎？听爱紧。讲爱安怎？爱慢，生气咧嘛爱慢，所以2个是慢即讲听是安怎听？听就是讲咱会真积极去了解到底主耶稣要甲咱讲啥，伊要互咱知，你要听互清楚耶稣要叫咱讲啥要所以咱听的时阵听了完全，听了清楚。知影讲对方到底要表达，是讲耶稣伊到底要表达什么款的信息？伫这个雅各书内底，保罗伊到底要讲什么信息，要互咱知影，咱是爱注意来听听真注神，
譬如讲，咱即个时阵在座，拢伫遮，拢咧听上帝话，即个道理，咱敢有专心？你的心有伫遮无？还是讲我是来做礼拜？吼，我的心还搁咧想别位，我还搁甲别人咧讲话，吼，类似安尼，咱就无法度安专心注入来听。所以即个听是安怎，完全甲家己安怎心肝内所有的想，拢甲淡散，就压制主耶稣即个话要听着，我听着我的心肝内，完完全全来听。我今仔看到大家拢真注意来听，我足欢喜。我看到恁啊，拢无人咧拄久，我看着足欢喜吼。所以今仔咱就是用安尼听上帝伊要甲咱讲的话。只有讲慢讲爱慢，我今仔毋知讲了伤紧无吼，安尼毋知听有无吼。所以我望上帝嘛，互我所讲的话，恁上帝的话，恁两拢听了有会晓，啊，佫会当了解。咱咧讲的时阵，袂当真急的时，咧讲的时，别人就袂赴来想。所以你有看到真侪足急性的人，伊咧讲话安怎，急一直去，哒一直去，结果安怎？你听头前后壁已经袂记了啊！吼，所以咱要听，咱要讲的时阵，咱嘛爱真顺，吼，真豆啊讲，吼，别人会当听了清楚。爱讲你讲的时阵，有当时咱的口气爱真谦卑，嘛爱真温柔，吼，这是足重要吼。咱圣经有讲，你讲回答别人的话，回应别人的话，咱爱安怎柔和谦卑啦，爱柔和，吼，咱。即个你柔和的时阵吼，别人咧生气的时阵吼，奇怪咧，咱若讲的较慢一撮，伊就会慢慢降温。你若愈紧的时阵安怎？吼，就迄啥，迄个生气的哪来哪严重？吼，我毋知影你冤家是毋是安尼？吼，拢嘛愈讲愈紧，愈讲拢无咧想，就开始甲拼落安尼吼，所以就冤家吼，就开始来。所以即个言语吼，要咱温柔谦卑，这嘛是上帝咧甲咱教示的话吼。我捌有一个头家吼，佫一个老师，因两个是翁仔某啦吼。即个王大哥吼，伊是一个企业家，足好业，真好业，真够趁钱。毋过伊较大男人主义，吼。伊所有代志拢是安怎，伊要爱掌管安尼吼，所以逐项拢爱听伊的。所以若无听伊的吼，就安尼，就冤家吼。即个陈太太是一个老师。即个老师安怎？伫婚姻中间吼，伊就感觉讲好啦，凡事拢吞论啦，反正阮先生就是即种安尼，真爱甲我管东管西，所以我着听。若听伊的时阵吼，就无代志，所以着吞论安尼吼，就无代志，真正毋是无代志，叫做压抑啦吼。压抑毋是无代志，拢是安怎藏伫内底吼，只是无发出来尔吼。结果有一工吼，伊就感觉讲吼，我性命，我其实我嘛是会做一个老师，我嘛是有一个思想，我嘛有我的想法，我嘛有我的个性吼。伊家己就安尼讲吼，伊讲吼，安尼长期安尼吞敢对啦吼，所以伊就甲伊拼安尼啦吼，就讲感觉听了袂爽快，伊嘛甲伊回应倒转来，所以两个就开始冤家吼。因本来是周末夫妻，伫即个中间，星期一到星期五，伊拢感觉日子过得真好势。毋过拜六礼拜转来，应该是小别胜新婚嘛，对吧？吼，毋是呢，无小别胜新婚，转来是安怎？因为意见无共款，所以开始就两个都开始冤家。好，我即个所在我就讲到遮哦，吼，即就讲，当咱若讲话无好势的时阵，咱会发现两个冲突就真紧就会冲突起来。等下我再讲即个故事的后壁。因为伊有学过亲密之旅，嘛是咧学这因兜嘛是有家庭会伤人的问题吼，所以才造成这个状况。即个咱故事第二项，第一章2意思伊安尼讲吼，所以你来安怎，甲恁遮的污秽、遮的垃圾、遮的吼，还是讲遮的邪恶、遮的物件，对你的内底安怎会甲伊拼出去吼？你爱用温柔的心来领受即个道。上帝即个道理伫你的中间，你才会当互你的灵魂会当清气啦吼。所以即个讲咧拄去，伊讲吼，即个误会吼，伊是咧讲吼，即个啥人的耳孔吼耳垢，吼耳垢人有当时啊吼，你若耳垢较济时吼，人讲耳孔重，耳垢较济时吼，要听人讲话安尼听会清楚无？听袂清楚，所以伊就讲吼，咱爱怎，甲咱耳垢清去，吼，阮
阮兜有一个真亲密的一个行为。大概阮囝若是转去阿嬷遐，即三个阮三个查某囝，就会围伫阿嬷的边啊，拢伫甲阮婆婆安那乌耳孔屎。两个就三个孙仔吼，甲阿嬷吼，就叮叮当当伫讲一2点钟，原来喂，就原来讲，原来喂，就原来讲。哎呀，我若看到因吼，我就看到即个目，足想要甲伊翕相起来，因为是足水的一个天伦之乐吼。所以阮婆婆吼足爱阮转去的。伊讲即摆要转去，讲恁遐个囡仔来甲我咬耳孔，因为阮足久才会转一届，吼，所以真久伊就会当搁咬耳孔吼。这嘛是，就是讲当伊耳孔甲伊咬出来的时阵，伊感觉呐，伊的耳孔就较清楚。大概咬真正是吼，拢总有物件吼，所以对即个老大人来讲，迄就是一个疼，迄就是一个疼。所以吼，甲迄个耳孔即个拉衫甲挖起来时，伊的心就安那快乐欢喜。所以有当时咱的心嘛真正无清气的时阵，有人来安那甲咱拄起，咱即个心肝内即个误会，即个拉衫，互你甲人的关系无遐个起起客客的物件，伫迄个所在甲你阻戆窒碍。这是一个足水的所在，所以咱内在甲咱外在，咱拢爱去安那清除，吼，这是一个甲这个误会，吼，将上帝话放伫咱内底，吼。所以咱讲爱用温柔的心，将上帝，咱要有温柔的态度咧讲话，吼。伊讲什么时阵爱会当发怒？讲吼，当你若做对的时阵，你若做对的时阵，吼，你会当伫迄个所在，吼。对。若毋对的时阵吼，你发怒就毋对，安尼就错了吼。所以一个温柔的人吼，伊知影要怎控制伊家己，伊会当真自由，知影讲什么时阵爱适当来表达咱的性命吼。所以咱要去领受上帝咱伫咱的中间，即个道理啊，放伫咱的中间吼。上帝的话，你若放伫咱的中间，当你咧行代的时，你有一个准则，你知影讲你要安怎行，你知影你要安怎做，你嘛知影你要安怎讲，才袂得失人。我嘛是有即个问题，所以恁后届，阮若讲话得失着恁，你还甲我讲，无我吼嘛毋知影我甲你得失吼，若有诶话，所以请咱嘛甲我讲，咱会当互相讲，咱伫疼心内底，用疼心内底来连结吼，来讲吼遮个话，所以即个保罗伊嘛甲咱讲，咱毋是爱行道嘛，伊讲毋讲，咱毋是甲听尔，咱嘛爱行。即个听爱搁爱行吼，伊讲即做成吼人吼，伫迄行内底看到咱家己本身的面貌时，咱会感觉讲安怎？哎呀，咱哪会即行的吼？所以咱爱知影讲吼，有当时咱爱去好好了解咱家己，有当时咱毋好欺骗咱家己。吼，咱有当做人的时，你有感觉咱拢用假的我在跟别人互动。伫假的我用假，其实咱毋是讲真正要假，因为咱感觉安尼咱才有法度生活，咱安尼才有法度生存。吼，因为咱若像真的时阵，别人会受伤害，有当时是因为安尼，所以咱需要用另外一方面期待，用别人的期待来活咱家己，吼，互咱活伫别人的期待内底，吼。我毋望咱的生命是活伫上帝的期待内底，用上帝话来活咱家己，咱的生命会对得更较水。吼，所以伊才讲吼，即个道是爱用做甲做出来，吼，甲上帝的教示甲伊行出来，伫你生命中间，吼。所以伊讲听，若无去行，就真正是敢若那等于零啦，吼。你若有会晓听，道理拢知影真济，圣经嘛读真济，上帝话你嘛读真济。毋管怎，咱听拢排伫较侧边，拢无去行，上帝话甲无甲行出来，所以安尼嘛等于无效啊，吼。伫亲密团体内底吼，嘛是拢有真侪咧讲遮个理论啦，吼，要怎建立即个夫妻，还是讲家庭，还是人际关系，较亲的关系，拢咧讲这吼。毋过你若有咧听，搁有咧行，我相信迄个关系是真正，因为安尼改变真侪。咱的口气、咱的态度、咱的行达，若是真好势的时阵。人翁某的关系会当互相接纳，会当互相尊重，迄个关系真正就是真好、真和谐。毋过有时安怎，我嘛足侪学生，因听了拢安怎知，毋过拢做袂到，嘛无去行，着知敢若知咧，吼，知着知，无着无去行，所以关系嘛是抑阁是真歹。所以
咱上帝话嘛听真济，咱若无去行，嘛是共款。咱的生命无改变，嘛是共款。所以这真重要是讲，咱的生命有甲上帝牵调咧台，咱有法度去改变咱家己。我想迄是更较重要。所以你若无安尼，咱就是等于零吼，有听甲无听共款意思。真诶，因为咱若听足济，譬如讲一个博士，伊知捌伊诶专业足济，毋过安怎将来毋捌对伊诶专业来去讲帮助人，去教示人，我相信伊诶专业嘛是等于零，吼，因为伊无去运用遮个专业知识来改变人，吼。所以我今要讲另外一对翁仔某吼，即对翁仔某吼，因诶婚姻吼实在是20外冬拢已经冻结啊。啊，伊伫咧甲我讲诶时阵，即个翁仔某吼，因伫咧想讲，啊无安尼。已经20外冬，拢都无啥好势，干脆来离就好啦，吼，离婚啦，吼。虽然嘛基督徒吼，就讲好，啊，无来离好，吼。啊，因为因普拢是拢用冷战，拢无咧讲话，吼，冷战。所以平常时因就因为冷战了，吼，怎关系拢歹去，所以就安怎分房睡，啊，都分房睡，佫较害，拢做无亲密关系，吼。所以因太太到尾伊就想讲好，啊，无我吼来禁食21天啦，吼。要禁食21天吼，啊，为着即个婚姻来祈祷，啊，伊就来上迄个亲密的课吼。我之前捌伫别位的所在，啊，伊咧教一个册，啊，伊就咧讲，啊，有一摆伊就安那，伊来，因本来因翁先来，我就坐伫即边，啊，因某吼就坐伫迄边，啊，伫坐遐时，看迄面吼，安尼臭嘟嘟啦吼，迄面足歹看安尼啦吼，我看到实在是安尼心真艰苦啦吼。啊，即个翁真正就捌甲我讲，因翁仔某有关系，所以我就想讲，嘿，啊，即个某来啊，我足欢喜的，讲即个某来安尼吼，迄翁吼若来，某佫来，哇，安尼就有机会啊，对无？啊，伊有咧上课，安尼就会当调整啊，吼，所以我就足欢喜的吼。啊，因迄阵拄啊因某拄啊禁食第1天，伊就来上即个课。啊，拄开始的时阵咧上的时阵吼，嘛是拢安尼面拢臭臭哦。较上到尾仔的时阵吼，迄天上了的时阵吼，我着趁即个机会啊，甲因两个带到头前来吼。所以，因的性命吼，就开始伫遐咧磨，伫遐咧改变。啊，因为过去因的讲话方式无讲真拄好，吼，伊比如用冷战，拢无咧讲，也是讲用安尼，敢若有你存在，拢敢若无存在，安尼敢若魔神安尼共款。所以，即个中间吼，伫遐甲伊撬，伫遐撬时吼，啊，真正。这嘛是教会的中级无吼？哇，伫迄个所在安尼，伫遐敲的时阵，敲了的时阵吼，即个中级嘛是安怎改变？即个太太嘛犹原改变，所以因得用上帝的话互相来对待对方。哎呀，就看到安怎因的婚姻的安怎，即个信，即个婚姻的一个价值，开始伫遐重新来起造两个关系。所以本来两个是足无好的，啊，结果安怎用上帝话去听对方，去帮助对方，嘛互家己安怎互相去接纳。因本来是冻结吼，因两个关系本来是冻结吼，伫遐冰伫遐，安尼冰伫遐吼。即个时阵因为迄个疼，就甲因两个关系安怎互相安怎融化了吼，融化了。我迄天我着迄天咧讲因两个冤家时阵了，我着甲因讲吼，后盖袂当安尼安怎？真奇妙哦！即个翁仔某吼，我隔顿我就甲问迄个太太，我讲安尼昨暝安怎过日子？因为你不能分房睡嘛吼。我讲你昨暝安怎过日子？你讲，伊讲我们昨天像新婚之夜，吼20外天，20外冬，两个无做伙吼，到尾吼，迄天伊讲因重新去体会迄个新婚之夜的美好。你看，我听了我目屎用要流落来。这种感觉就是足好势。结果经过差不多半冬，我讲最近安怎？伊甲我讲越渐入佳境。听了实在是足欢喜，足欢喜。所以我讲咱的生命中间，其实咱有足侪真无法度讲出来一寡苦，真正真无法度讲出来一个压力，也是一个压抑吞忍迄个婚姻的关系。毋过呐，伫迄个疼内底，就安尼就解决啦。伫迄个疼内底，就受到医治啊。所以这是一个伫亲密内底，我以前捌上过别人的课的时阵，因遐伫迄个所在咧成长，我看了足欢喜所以伊讲伊要做见证，伊讲我讲你会当写更新呢？我讲你这个真正用写更新，伊讲无想到讲禁食第1天
你看，第一天尔，上帝就甲因改变因的关系啊。伊讲我哪遮紧啊？伊讲我哪遮紧？我本来要紧在21天吼，才来决定我要来离婚啊，无爱离婚。结果第一天伊就改变了。所以性命是人这性命真歹讲吼，真正是你看迄个关系就改变了吼。好，我今要甲咱讲吼，头拄我毋是讲迄个王太太有无？迄个企业家吼，我今要讲迄个企业家嘛是因为上亲密的，伊无共班啦吼。伊就是上了伊上亲密的了的时阵吼，最近伊就写一个批甲我讲。即个伊用写一个赖啦，吼，伊赖甲我讲，这是伊赖内底写的内容，我拢无甲改哦吼。伊安尼写，伊讲吼，这些日子以来，我用台语用国语讲较清楚，因为伊用国语写嘛吼。伊讲这些日子以来吼，我跟阮先生的感情啊，越来越加温了吼，就像回到谈恋爱的时光了吼。有时候觉得他很宠我，好，这种感觉超棒的。我跟你讲。进前拢毋是安尼，伊就要离婚啦吼。伊讲我们开始怎样互相珍惜对方，然后感谢对方，赞美对方，真的到了一种我一直追求的岁月静好的境界。岁月静好，这是伊讲的咧吼。哇，迄种感觉，我相信吼，两个啦三疼三和谐的时阵，迄个关系是足水的，吼，是真甜、真快乐的日子吼。伊讲吼，伊讲说真的，随着我不断心灵成长，内心不断的怎样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伊讲伊所展现吼先生甲囝吼，拢是一个正面甲一个爽快愉悦的吼。所以即马咱因的关系即马真幸福。我若收到即款批的安怎，真欢喜，真快乐。所以我感觉讲吼，你若有时间啦吼，我嘛真欢迎你来参加亲密团契，因为亲密团契，毋是拢一直咧上亲密之旅的课，一直无上无共款的课。每年都，咱的享有执事吼会长吼，伊做会长吼，哇，已经计划一拖拉库的物件吼。我望你若会使，真正咱教会真奇怪。迄亲密团契吼，咱教会人吼参加人竟然无讲足济，拢是外口人咧参加。其实亲密团，伊即摆已经咧改变，毋是干那一直上亲密之旅，还佫有真侪伫遐咧，无共款的形式伫遐咧进行。所以我真欢喜咱的享友哥吼，真正真用心、真认真，伫遐咧计划。望明年度咱的亲密团契会哪来安怎，佫哪成长，互大家关系。翁仔某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人际的关系、工作职场的关系，拢会当哪来哪好势，这是我真期待嘛吼。因为我有伫迄中间，所以我会当去尝到那个好处。像即礼拜，即个郑如芳医师，就是咱中医的医生，哇，伊咧讲相互依存，有讲甲医生伊的专业甲咱的啥即个家庭，就是讲这本书第8章吼。甲伊讲互做伙，哇，讲啊足好势，吼！伫迄个所在，伊嘛因为安尼，伊的专业，医学的专业，甲即个家庭会商人即方面的专业，婚姻的家庭的关系，伊伫迄个所在嘛，定心家己去安怎整合。我相信伊对伊咧看，因为伊是小儿科医生，伊咧看遮个囡仔的时阵，伊佫会当人体会讲，迄囡仔毋是干那医病尔，伊的心。有当时是囡仔，比如说厌食症吼，检查就是伊的心破病呢，所以才变成安尼吼。所以真侪代志，咱是会当用安尼身心灵是互相的影响的。咱用安尼来去，咱的性命就咱来拿好吼。好我只要甲咱讲吼，伊只要甲咱讲，若有人家己感觉虔诚，毋免讲啦，咱的讲话安怎拢无勒住家己的志吼，安尼就是咧欺哄自己吼。所以这是假吼，这个是假，所以咱来勒住自己的舌头真重要吼。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吼，就是讲咱有一个，咱袂当敢若是安尼脱缰的野马安尼吼，凊彩黑白讲吼，就讲得出去。其实讲话较直的人、较急性的人吼，真紧就共伤着。吼，我嘛会安尼啦吼，所以我若有安尼真正会，恁来甲我提醒吼，所以无应该讲的话吼，咱就莫讲吼，免得共伤着吼。我会记吼，譬如讲咱婚姻中间吼，毋好不时讲我要离婚吼，来冤家就讲我要离婚吼，即句话拜托莫讲吼，毋好讲，毋好常常讲，你若常讲吼，这是一个真大的伤害吼。阮婆婆以前嘛捌安尼讲吼，阮甲阮先生讲吼，你若食袂了吼，你就不好。即种话吼，
阮翁吼听40外冬吼，即句话吼对伊伤害足大个呢吼。所以吼，你看一句其实妈妈是为伊好，其实敢若要爱伊食物件，食好安那饱，袂枵着，啊袂互伊安尼，互伊身体健康臃肿。其实伊要讲的是这，啊毋过哪讲即句，其实你讲即句甲迄句，哇，着差天甲地，一个是感受着疼，一个是感受着是命令吼，啊是佫一个指责去用指责，所以。迄一个疼的表达，若表达无好势，就变做是安怎？是一个伤害。所以咱爱真注意遮个讲话，遮个物件，所以用即个来分享。啊，上重要就是讲，咱要行道，神道吼，上帝道到底是啥物吼？伊只甲咱讲，遐有软请的，遐有受伤的，遐有孤立，遐有需要人关心的，互咱看顾，遐你有去甲照顾。吼，所以咱就是讲，咱爱保守咱家己的性命，无受着世俗的污染，就是讲咱世界价值观的污染。而且你讲即个世界，即个道爱行出来，即讲的是讲啥物？就是讲，遮个孤儿寡妇，咱爱去照顾，去家己关心，吼。啊，咱嘛，互咱家己安怎，无受着世界即个污染。即个世界价值观，譬如讲，咱有时咱会追求世界的权力、地位即种，互咱安怎甲上帝关系哪来哪离开。吼，有人咧讲啊，我最近拢无用啦，我都真拍拼，拢咧趁钱啦，啊，毋过无时间来做礼拜，因为足无用啊，所以无时间来做礼拜。昨嘛有人甲我请假，讲伊袂当来做礼拜，讲伊足无用，吼。所以我要意思就是讲，当咱有时咱看别项较重的时阵，咱就会甲上帝关系哪来咱离开，因为咱互世界即个价值观来甲咱带走去，互咱会当，互咱甲上帝关系哪远吼。所以这是咱爱真注意的所在，吼。所以今仔今仔重点就是咧甲咱讲啊，爱听嘛爱去行，要讲的话爱用温柔谦卑的话来讲，讲的话讲有造就，讲互人是造就的话，咱再来讲吼。若互人败害的话，咱着减讲吼。啊，所以咱爱讲的时阵，咱爱行伫即个做任何代志，爱行伫合伫上帝旨意内底。所以咱所有拉三误话，拢求上帝来甲咱拄去。吼，所以咱是爱领受即个上帝互咱的道吼，所以爱行道啊，咱的喙齿咧讲的话，咱爱安怎会晓轻掉咧，勒住自己的舌头吼，毋通滥散讲，啊，佫无受到世俗的污染吼，世界价值观咱无受到因的影响，咱敢若独掠上帝话做咱生活的准则吼，这是上重要的所在吼。所以咱即马咱嘛来反省咱家己，伫你的信仰中间，你有行出来无？吼，即个道理你敢有行出来？吼，上帝话到底你敢有因为上帝话来改变你的生命，互你的生命佫较上帝的关系佫较亲，啊，你的生命甲伊的即个价值观哪来佫甲伊哪活？你若甲上帝的价值观哪来哪活的时阵，你着伫属灵的世界，你着袂伫迄个伫迄个污染的世界内底，互你拖离开上帝哪远。所以咱嘛来想看，咱普通是咧讲话的时阵，吼，有人讲话匹配叫，吼，有人是安尼讲的，有人讲哎呀真温柔，真温顺，吼，我最爱听迄秀芬姐咧讲话，迄秀芬姐咧讲话安尼轻声细碎，吼，伊咧讲话是轻声细碎。吼，迄个讲话态度，啊，你看燕兰姐，燕兰姐喙笑目笑，啊，你讲话就是安尼真温顺，吼，哇，我都感觉讲真水，吼，燕兰姐伫遐吼，逐摆我拢感觉伊你讲话实在是安尼，互人真安尼真大心吼，真好吼。所以咱即马嘛是爱来想讲，咱较急性的人，咱嘛是爱注意，咱咧讲话是会伤紧无，吼。啊，这我拢不是反省我，讲我嘛急性的吼，我拢互看起来无急性，毋过吼内底真急吼，所以讲话嘛当时爱甲人伤着吼，所以较讲话足直的。我若有讲话足直，甲你伤着，我要甲你回失礼吼，请恁原谅我，提醒我，讲团队你袂使安尼讲吼，安尼爱甲我提醒吼提醒。好，咱注意讲，人若咧讲话时，咱有注心咧听无？吼，你有注心咧听无？上帝话，你有注心咧听无？吼，上帝话你有注心，好好甲即个听了，佮甲伊放在内底，刻伫内底，吼，要放在额头上，放在心里面，要系在这里，全部伊的话拢放伫咱中间。我相信安尼，咱着时时有即个主甲咱伫地，咱着会当做，咱的做甲行，着会当安怎下伫上帝旨意。
若看到遮软正的，遮需要关心、需要照顾，遮孤儿寡妇，咱会当就近伊，吼，像我搁咧看智慧吼，这智慧我感觉讲吼，长老啊，我拢感觉吼，伊是一个真正是行出来的人，伊真正是对遮个辛苦病痛真甘，吼，义传长老嘛是，真甘，真甘吼。真愿意去保护、看顾、扶持、鼓励遮个囡仔吼，所以其实有足侪行为，你的行为，大家拢咧甲你看，真诶，你的行为，大家拢咧甲你看。所以我感觉讲，咱的生命中间，咱需要安怎不断的反省，咱甲上帝关系，咱有用安尼去行无？咱若有用安尼行出来时吼，咱会听，咱会讲，咱会行，有合伫上帝旨意，咱就安怎真。就感觉讲，咱做上帝囝儿安怎，无甲上帝荣光啊，踏伫涂骹，要容神一人。哦，所以咱生命一生就是安怎，要荣耀上帝。咱同齐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啊，求你帮助阮，时时刻刻有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甲生活的准则。当阮迎接你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即款的疼。是要阮学习你的款式，甲你的教示，互阮的信仰甲生活最好的见证。亲像保罗，爱阮对你有信心，听你的道理会清楚会明白，讲话温柔谦卑，口气态度和谐，无快受气，行为无受到世界价值观的污染，互阮所行愿意顺服，顺探你的旨意。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这是咱要来唱圣诗第544首，主日学的学生会众请起立。咱要来唱一首新圣诗哈。主日学的学生，着做光的灯，荣光上帝圣名，趁伊教示行。也有侪囡仔未捌主的名，着用好话招呼，带行天路。这是咱三个来奉献，真侪。
我即个时阵来报告吼，毋知今仔有新着咱今仔日吼咱的素琴者吼，因规家伙拢来伫咱中间吼，咱请咱即个规家伙，咱大家会当安尼声起立好无？来，咱规家伙吼，咱来甲因拍手。要自圆自明吼，大囝自圆自明吼。咱昨拄有准备即个告别式吼，拄清楚吼。昨一个真特别的时阵吼，我第一届伫松家伫咧食中昼顿的时阵吼，拄牧师生日吼，伫迄个所在吼，你看吼，告别式在那个之后，我们在庆祝生日吼，这是一个因买足济蛋糕吼，来庆祝牧师的生日吼，这是一个真特别，就是表示安那，咱的生命当你甲上帝连接的时阵，虽然是忧伤的一个状况，毋过安怎拢有当生命得到透放，因为咱有一个愿望，就是咱的生命伫上帝迄个所在。所以小伯伯的家庭真正是一个真有见证真特别的一个家庭，互因安尼生命伫遐换新重新起做吼伊嘛有一个查某囝是牧师吼，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实在是真好吼，真欢喜恁会当伫阮中间同齐做礼拜吼咱来素主者伫倒一位，咱会当请伊起立无？素主者，咱欢迎他吼这是玉慧姐的朋友是无？玉慧姐的朋友是无？毋是素贞姐是你素贞姐的朋友OK， 好，真欢喜你来素主者吼，真欢喜，OK， 好，佫有其他无？无吼，若有会当举手吼，好，真欢喜。好，咱即个时阵咱来看周报吼，咱12月初9，就是后礼拜是咱的圣经的即个普世圣经的纪念主日吼咱请为着文字的事工来关心吼，所以咱有牧师方兰婷甲李信任牧师，因会来咱遮讲道吼，所以咱为着安尼来祈祷来奉献吼。佫来本来是今仔日要做迄个事工的研讨会协调会啦吼咱即马改伫后礼拜，所以12月初9，所有的新甲旧的长级甲团契甲会长，大家拢爱当伫即个应该是伫6楼的所在吼，咱要开会伫1点，下晡1点要开会吼。佫来，咱今仔日要开始颁发吼106项哩，即个第2学期的奖学金吼，所以咱有领到遮奖的吼，请咱甲刘尊荣医师吼，甲伊领奖吼。今年的圣诞歌拢总有4个口味吼，所以咱12月初9以前咱来登记，每一块16箍，所以咱会当用即个圣诞歌去甲咱的厝边隔壁也是好朋友，会当甲因分享啦吼。恁会当先订吼，12月初9就要截止啦吼。佫来伫第11条，伊讲吼，咱即摆咱今仔日的诗会吼，就慧林执事，咱检测咱较少看到伊，拢伫华语堂吼，拢伫华语堂。因为华语堂伊伫遐甲遮是无啥共吼，毋过伊一个真好的所在，伫伊的专业真济专业，伊的英语真好。吼，伊嘛真爱侍奉，伊真啊，我感觉伊足像宣教师的啦吼，嘿，实在伊今仔是足紧张的，我咧讲，伊讲话台语是本来拢袂认得的，今仔日算袂歹啊吼，吼，智慧长老安尼教一个吼，安尼有较熬一岁啊，虽然有一寡紧张，嘛会安尼吼，毋过安那，这拢是咧学习的过程吼。我要讲就是讲，因为伊拢咧做即个敬拜赞美团，吼，所以敬拜赞美团咱有学习足济迄个乐器。所以咱若有囡仔也是孙仔吼，咱感觉讲，咱咧自细汉来栽培，因为乐器的物件，你若无自细汉栽培吼，拢会安怎无法度真好势。所以我望讲，咱会当对明年1月吼到3月吼有一班吼，所以咱望咱来接受咱这周报所讲的，才有足济班的，请咱来报名吼参加。12月初8后礼拜有足济活动的吼，第一个活动我先甲咱讲吼。青少期因要去花博，吼，我咧讲，即个要去花博400箍吼，大家拢会当去，毋是干那青少期才通去，自由参加，要去坐火车，吼，恁则来问讲火车几点要去坐，吼，就同家去，因为去到迄个啥后里，伫后里的迄个火车站，就用落车，就用开始算啊，因为迄个后里的
后方的火车站吼，迄个就是花博的所在吼，所以真水的所在会当去算啦吼，400块吼，若要去的人，啊，毋过我毋知即摆还阁会当报名，我毋知吼，毋过吼要去的人，着甲缀哦，对就对啊吼。好，啊，咱妇女团契即工嘛是有中中的妇女部吼，即个联合庆祝圣诞节活动，所以即工妇女真侪人无伫咧吼，嘛无伫咧。啊，佮即工咧，所以即个妇女吼，因爱伫8点15度爱去集合吼，所以请妇女爱注意即个时间。啊，定国兄因的妈妈吼，嘛是伫即工要告别式，吼，所以敢若即工就有三项代志爱去面对，所以爱记号好，每一个人去无共款的所在吼，啊记号好，要佚佗的，啊要参加丧礼，啊甲要参加庆祝活动吼，拢爱去。搁来行主节吼，伊是伫12月15吼，咱要伫遮举行告别式吼，所以咱是9点20分吼，所以咱嘛来参加吼，伫1楼的所在吼，要伫瞻仰礼拜吼。啊，即摆上重啊，即个是大家拢来做吼，咱讲要听道理，咱嘛爱去行出来。即摆就是要互咱行出来的时间吼，要来宣扬传福音的时间吼。所以伫12月14，咱有圣诞节的一个彩街活动吼。12月14，佮讲即间吼，当时拜几？拜5，阴暗几点？5点半，毋是5点半，爱伫遐食饭吼，晚餐。吼，伫遐会当食晚餐，食了的时吼，咱伫迄个所在，则要伫遐起行吼，啊，着踅中华市安尼吼，诶时间，啊，咱会有分咱牧师有迄天阮着做吓，特别牧师会讲吓，用送迄个礼吼，互遮的厝边隔壁，爱足惊吼，咱的更新吼，分出去，当安怎，着互人单调，所以吼，阮着设计讲吼，有一支笔吼。迄支笔是足好诶哦，吼，真好写诶一支笔哦。啊，设计啊，佫有讲一寡话吼，啊，着放伫迄中间，啊，着一人一束安尼吼，啊，着要分吼。所以咱望咱来做工，好无？甲即个福音会当共分出去，啊，咱大家老大人，你若感觉讲你诶行路有困难，咱着莫去。啊，毋过安怎？咱遮少年诶，较勇壮诶，吼，你行路无问题，吼，70岁以上，你若80岁行路真好势，你嘛来无要紧。只要你行路好势，拢会当来吼，就会当去共分吼，甲上帝福音共传去吼。好，啊，所以这真重要，咱一定爱会记吼。啊，今仔日下晡3点，伫迄个中基的迄个椒盐大楼吼，咱嘛有迄个音乐会啦吼，免钱的吼，所以咱两个去听吼。啊，过来田中教会后礼拜因有设到100周年吼，所以咱嘛会当参加吼，自由参加。过来就是即个12月15吼，哇，15嘛足侪活动吼，即个关怀台语的合唱团吼，啊，因伫彰化演艺厅要举行，所以咱嘛会当参加，毋过爱有票啦吼，爱有票当入去吼。啊，过来台神即摆嘛咧做招生啦吼，若有人要考青少年，若有人要考会当去推甄啦吼。啊，第49届即个大专的领袖营吼，望咱有青少年的学生吼，地点伫咧中原大学吼，所以恁爱去注意听吼，若会使恁遮的少年的吼，会当去参加即个活动吼。所以报名有拢总有2个梯次，所以每一届的梯次咱会当去参加吼。啊，过来是大专的神学研究班吼，即个研究班我嘛是足推荐大学生去参加啦吼。望咱伫少年的时阵，就甲即个上帝话藏伫咱内底，咱就当成做咱人生真好的帮衬吼。过来12月初9嘛是1月初9吼，咱的乐龄遮的上年吼，遮的人老大人吼，因要伫即个文艺广场即个所在要表演吼，咱是受邀请的哦吼。咱即摆吼，即班吼90岁以上的吼，80岁以上吼，就要去外口表演啦吼。这嘛是咧见证吼，荣耀上帝的名，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咱遮老大人吼，已经家己送出去啊。吼，送出去的时吼，你看，即个咱社区即个嘛，咱应春节吼，伊嘛来伫咱中间吼。啊，我看有过啥物啦？吼。啊，素贞姐，这拢是哦吼，所以望遮人大家安怎，拢伫迄个所在表演时吼，咱伫遐表演，我甲你讲，嘛吸引吼遮社区的人讲，啊，恁即班遮老，佫会当伫遮表演，啊，我嘛要来，
吼，所以就甲因啊牵倒来咱的教会社区传教，吼，社区传福音是一个足重要，吼，这个所以咱望咱嘛当然参加，迄天拄啊礼拜日。12月初9拄啊礼拜日9点，所以咱去较紧去一下，即较紧倒来做礼拜，吼，咱大家来参与即个活动啦，吼。好，咱报告到遮，吼，过来就是讲，咱遮真侪人住院的，有人是伫家庭咧疗养的，遮个受病痛的人，吼，咱嘛来关心大岛。另外秀娥姐，伊遮无写着吼，一个秀娥姐，伊嘛是拄啊住院手术伊的要安讲，即个脊椎啦吼，望讲上帝嘛甲伊伫地，互伊的身躯愈来愈臃肿。好，我报告到遮。感谢肖聪轩传道师帮我讲报告，因为我若讲了，恁逐个拢困去啊。我的英语比台语搁较好啊。我用学英语的心情来学台语。咱即摆要来三角请起立，咱要三角来唱圣诗第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我爱学主的款式，爱学袂紧生气，伊无怨愤到怜悯，常常温柔谦卑。我爱学主的款式，伊捌踮高山顶，甲咱天父相见面。我爱做伊的学生。带来人类愿望的天父，帮助阮会晓道理，会晓做讲合意的话，会晓做合上帝你旨意的事。愿三位一体的上帝赏赐你每一天有信心、有愿望、有疼痛，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密倒，散会。